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电新闻。虽然台市理林政变的政策受到各界争议，甚至在议会当中，民政局预算嘛被迫延后审查。不过，民政局长在37区区长的陪同，共同宣布，11月10号之天，理林政变正式完成公告，将在明年1月29号开始分2阶段实施。至于长治久安。在理林政变准备完成公告的记者会中，37区区长拢照告，嘛凸显共心，希望完成该作为的决心甲重视的程度。会中民政局长伊干部伊说明，表示为了城市的发展，合理分配资源，平衡基层服务等长远的目标，理林政变一定要做，而且通信的地址唔免改，证件嘛拢唔免换。民众权益并未受到影响，市府将主动通报协助完成资料变更。那因为我们这次进行的是里跟邻的这个变动跟调整，那整个整编完成之后，对我们一般民众的身份证的相关资讯跟资料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我们也不鼓励民众主动这个来更换身份证，只要你必要的时候再来做更换就可以哈。那其他跟你相关的这个，包括你的水电、瓦斯等等民生有关的这个资讯资料的部分我们都会主动跟这相关的机关将资料让他们去做更新，那所以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一般民众的权益哈。那尤其在明年的选举的部分，那我们的户政事务所，还有我们各公所，还有投开票中心的部分，他们都已经提早做好准备。那未来我们也一定会也会提供这个相关的须知，让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清楚他的住址在更新之后，到底他的住址是哪一个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一般民众整个这个生活上所需的部分。另外，市府紧急通知记者会，嘛，互人联想10号完成公告是提前的操作。对此，局长嘛澄清，一切按照时程，未受外界干扰。因为我们整个作业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办理，就一直按照整个时程跟计划逐步来做实施跟处理所以我们在我想核定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核定完成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已经将相关的资讯再做一次的这个检查跟处理所以我们已经也在这一周呢，已经签这个公告的相关资讯呢，已经签请市长核定，所以我们在公告的部分就选定今天来做公告，也让社会大众一并来知道。11月10号公告以后正式实施，则是明年1月29号到4月30号2阶段，预计每日当将为市库节省将近2亿的支出。内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民众最近出门应该拢感受到空气污染相当严重。对此，议员林燕就兄弟总日顺的建议市府成立空气污染紧急应变中心，来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针对空气污染对人体造成的影响，议员林燕就已刊登伫国际期刊的报告指出，空气污染有可能造成肺癌、肝癌、甲脑中风，呼吁中央到地方拢爱重视这项问题。接下来欢迎现在的空气污染计甲以前相比，伫测量的数据甲标准上有真大的差别。至于公部门根本就是咧美化数据，暗看严重的污染问题。你的 AQI 是101到150，这都是50哦，这间距都50。当我到红色的时候，红色的时候也是50，从 PM2.5 是4到150，但是这是AQI 是151到200。好，再来我看到紫色，台湾就是不想有紫色嘛，这就是民进党执政怕紫色紫爆嘛。我讲AQI 200跳到300，这怎么换算？哪有一下子讲难听一点，从50跳到100？那你告诉我，台湾未来止爆会有多少止爆日？根本没有止爆日。
跟议员报告哈，这个是因为它的分的那个间隔不一样啦。AQI 以后，我们所有的紫爆的浓度哈，它虽然看起来是150.4.5这样子，不过它的预警浓度是在35啊，所以当时候改成 AQI， 意思就是说要呼吁我们这些全体的市民哈，提早去做一个因应，是这样子。哪是提早因应？我刚刚讲了嘛，美化数据嘛。随后，议员阁提出一台行动式测量空气品质的机器，当场测量室外空气，发现 PM2.5的数据高达100以上。伊认为官方公布的资料无够及时，并质疑伫地面测量的空气品质，甲官方架设伫空中所测量的数字绝对有落差。不过，却遭受台里市长反驳。这一台是即时测的，现在我们里面的空气67。你告诉我，跟上面比，好，它跳到56，因为它会跳，等它定下来，应该还在40几，35就危害人体的健康了。既然我们里面的空气可以到50，从网络上的固定测站的是吧？你们测的2.5是42，来，不是你刚刚量的122。来，所以这个行动式的、手提式的哈。那个误差是很大。来，我跟你针对空气污染的问题，议员呼吁市府为各方面落去预防，并设立相关指挥中心，以随时掌握、随时应变。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生化火车站因为南客进驻加上双人站配合延长到这，再来真大的车流量。不过因为现在头前的空间不足，所以上下班总是造成严重的塞车。对此，议员林志典就建议市府开辟后火车站来疏解交通。早伫南科进驻初期，地方就曾经争取代替增辟生化火车站后站，却接受内政部退回。但近年来，生化地区因为发展快速，车流量变多，所以每到上下班总是塞车严重。对此，议员林志典伫总质询当中，就特别来争取生化火车站后站的开辟，希望解决塞车的问题。伊后火车站吼，当时南科决定了吼，就爱吼，所以检讨讲要哪均衡发展啊。这后火车站迄当时吼，要甲都市计划通报检讨吼，来释放建地。哦，南科带动入来人口哦，来大新庄哦，解决哦，火车站哦，上下班哦，人潮拥挤的问题啦。因为后壁拢农业区啦，所以短期内要开辟，爱配合都市计划变更。是啊，这个我会请秘书长找台铁，甲咱交通局大家来坐来讲。如果说台铁它评估起来，它有这个意愿。咱就配合都市计划来协助来做变更，让请台铁开始筹划，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啦，但是我感觉把它放在铁路的立体化再来做，应该行完，因为铁路立体化在善化还是属于平面。对着后站的开辟，秘书长吴新修表示，必须先甲代替旧建商，等待后站开发之后，只有交通建设来带动后续的发展，就非常合理。因此也比较容易通过内政部审议，互车站后面的土地会当对咧做整体的效益规划。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面对公司若违法资欠发薪水等问题，员工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调解。不过因为等待调解结果拢需要拖真久，对此议员林美燕伫总质询就表示，依照劳基法，主管机关会当限期要求资方来付薪水，所以呼吁劳工局伫调解进前要先出面认定来争取劳工权益。针对资方违法欠员工薪水的问题，议员林美燕指出，曾经有民众向伊定情，表示因为调解定数上久，伫摕无薪水也无工作的状况之下，只好选择去地下钱庄借钱过日子。但根据劳基法第27条规定，资方若是无按期付工资，主管机关就会当要求限期支付。所以，员希望劳工局面对类似的情形，一定爱伫调解进前，就要求资方先支付欠劳工的薪水。你今天劳资纠纷里面，你在工资里面可能有包含你的退休金，有包含你的不休假奖金，有包含种种的一些费用，
但是呢，里面最基本的薪资，你就必须要保障它，这是劳基法保障劳工的最基本。我想他在申请调解的时候，里面劳工局本人就应该就讲说，好，你去申请，在申请的前置作业的前提之下，你劳工局就应该扮演一个协助劳方的，要跟雇主讲，你这个你要调解没意见，没意见，因为大家两者之间看法不一样，但是在调解之前，你就必须要先给他的工资。如果是刚才议员这样的建议，我们回去把劳资争议的申请的时候，如果是积欠工资的部分确认这样事情明确的时候，我们就照议员的建议来做这样处理啊。劳工局长表示，若是经过认定，确定是雇主欠员工薪水，那呢就会依照议员的建议，要求资方限期将所欠的薪水发给劳工。电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现在上午正式启动国际产学联名计划，要进一步扩大学校甲产业之间的合作规模。现在表示，现阶段将以先进医疗、智慧科技甲新创的材料来作为重点发展。成功大学对即马开始要将产学合作的焦点放伫咧国际连接顶头，借由国际产学联名成立甲营运，要将国外产业资源甲思维模式等等的特点传到台湾的学界、产业界。校长苏慧珍嘛希望借由安尼启动仪式，互较侪新大学生会当发挥家己的才能，迈向国际。3、2、1，请启动！上场们正式开幕。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到校园的那个角落，还会到沙仑的角落，还会到这个安南的角落。从这个角落出去的时候，是往下面南亚、东南亚的角落，往前面有欧洲的角落。我们希望5年内，我们让大家可以想象，400多年前，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东印度公司的区块里面都有成大的足迹。而我们创新创业的核心元素之一是，这是一所重要的研究大学。所以每一个内容从科技出发，我们希望无愧于我们是南科最好的邻居，我们也期待我们对于南科有更重要的伙伴关系。在这个上面，我们希望每一个创新创业，除了带给我们青年人下一代生活更好的希望之外，我们的每一个发明可以让大多数的人都共享到更多的幸福。当时为着要培养较侪新大学生组织创业的团队，成功大学也成立了24点钟营运的创2，用更又个舒适的空间，让学生会当伫遮自由发挥家己的创作力，甲团队做伙想出较侪更较有创意产品或者是产业，累积较侪能量。成大也会无定期来办理相关的讲座，带动校内创业的气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台南市书法协会所主办的第6届南书杯全国书法比赛，在1月12号上午10点，将伫台南一中进行决赛。同讲除了展出精彩作品以外，这一点可以邀请前总统马英九来颁奖，并且现场写作勉励参赛者。嘛欢迎对着书法艺术兴趣民众到场参观欣赏。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杨队开车门啊！杨队是开车门，杨队是开车门，杨队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主席还在进行画图填混的后文期，一直到中年以后才重新提起画笔创作。对2015年完成台南365个美食小姐。2016年，同时伫台南44个空间举办艺术展，展出超过1800个作品。今年则以38个月100盒以上的画作，用厝伫台南作为主题，来描写伊人生的经历。配合2017昆新王平安节盛事，画家奥文钦的优画展览嘛同步展出，每一包拢是超过100盒的规格，尤其是引用长度型的画廊，以外想出军队台湾文学家小说文本来创作的卡本。加上个人对台南并走入老厝、到花莲、到美国等人生成长的经历，拢用画作来讲故事。南昆市的展场很大，115公尺啊，所以要在这边展来看场地就哇，怎么办？啊，只好想说，我在台南嘛，然后做台南这些文学家、府城的文学家。他们的小说，然后看哪一个适合的一个一个题材，然后就有很多题材了可是一个一个这样画到半张的，根本就是因为本身是台南人，根本就是在画自己的那个历史的回忆地方上的回忆啊，小时候的回忆啊，然后人生的经历啊。到最后主题就变成家在台南，那现在有去别的地方工作啊、求学啊，太太是花莲人啊，所以也有花莲啊，也有国外的风景，四季都有。同时，创作当中，这张100块的纸钱，才比较西班牙达利大师的手法，远看是孙中山，近看则是孙悟空，相当趣味。孙悟空这一张比较特殊，就多媒体，然后有请小朋友来集体创作，这样就是要画那个口边丁的那个小风神。小风神他最后是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出来收拾残局了，所以就以孙悟空做主角。怎么表现他呢？我突然想到说那个达利那个超现实那个名画家，他有一张画是远看是林肯。然后近看，竟然变成他的太太。他就是利用人类那个记忆中的影像的那个印象，制造错觉。创作当中都要画出家己的家乡，为了感念启蒙老师孙哲在，嘛特别留下老师伫大自然当中的身影，甚至是展出伊用过物件来纪念。看来有兴趣欣赏奥文钦用生命为历史的创作，都来赶紧把机会到12月17号来一座南昆新大天府参观。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筹备将近2档的第一届渔光岛艺术节，11号将伫月牙湾登场，其中14件地景艺术搭配当地渔船生活环境来创作。有民众伫沙滩、伫风内步道、甲渔港大桥顶面，让大欣赏具特色的艺术风景。现代人做工课真无闲，伫咧休假的时阵，只想要伫咧厝内面放空，远离工课压力。即马就有一个户外放空的好去处。市府文化局伫咧11月11号开始，要伫渔光岛举办一场艺术节，邀请到9组的艺术团队为活动创作出14件搭配着风景的装置艺术，互参观的民众会当感受到渔光岛的特殊吸引力。从净滩，从这个生态调查，从工作坊的办理，那还出了讲座，出了刊物。之后呢，我们终于经过这漫长的2年，我们终于来到今天哦，终于在艺术家的协助，在我们杜昭显杜老师的协助之下呢，我们要用艺术的手法，让更多的人重新的认识这个渔光岛，认识这个地方的美。我想这个是艺术是一个手段，然后是一个开始。那我们希望经由这个艺术节的举办，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环境，了解这个环境，那也重视这个环境，然后喜爱这个环境。好，那这是艺术节举办最主要的目的。除了有互人会当放轻松的装置艺术会当观赏，四周边也有规划
渔光小市集，让来遮踅民众有得买有得耍，会当度过一个轻松的假日时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今日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所规划社区艺术巡回展，对5月开始，伫南台湾被社区甲学校展出以后，11月11号将转来咱台南，让观众感受结合生活甲美学的书写人生。书写是一种记录在地事物的艺术创作，由国立台湾生活美学馆所办理的2017社区艺术巡回展。书写美学，11月11号到26号将会转来到本馆办理最后一场的展出。这届有3位老师分别展出水彩以及带针笔，也有侦探笔的创作作品，每一件拢是真实的写生记录。只要一支笔，然后一张纸，然后就可以让小朋友，让他们这些老人家，然后可以去体验，我们怎么去把一个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把它画下来。那当然，大家一开始会拿到笔的就会怕嘛，想说我怎么把这个东西画得像，或者是画得会漂亮。但是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其实每个人呢，他都是一个心中就住了一个艺术家啦。其实每个人他都可以把自己，就算是这个东西他画出来会有大会有小会有任何的变化，但是那就是代表你自己的表达的一个。对事情看的方式，那所以速写就是要把自己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它表达出来。其中侦探笔的创作，因为无色彩，只有光影的分别，所以创作相当讲究基本的功力，也需要真侪技巧。它最主要它就是属于单色的素描，然后在素描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因为它是单色，所以它要把这些色彩的部分先把它给放到旁边，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个形体的比例，然后它的造型，然后它的光影，然后再把这个现场的东西呈现出来。除了现场的作品会当提供给民众欣赏，生活美学馆伫咧11月11号、18号、甲25号这3天，将会有3场的书写体验，由老师亲自指导。也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做伙来体验艺术书写，结合生活的美好领域。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连续3天踢下团体牛股冠军的吉隆坡店，伫中南部第一间分店将伫11月11号开幕。伫开幕头一天，特别举办招100块的试卖，也是前100名排队民众用2/3的价销得当买到，所以就推出着吸引大批民众。带起全国团购热潮，创下一档卖100万条的牛奶卷鸡卵糕名店。11月11号将正式伫咧台南的百货公司开卖。伫咧开幕前一天推出限量100人100条100元的活动，要来回馈给消费者。因为产品非常受到欢迎，有民众甚至下早就到现场来排队。你几点来开始排？6点。昨天下午6点吗？没有，今天早上6点。那为什么非吃这个不可呢？觉得很好吃。好吃重点在哪里？很香，很浓。是，以前吃过吗？有。吃过。团购。那今天排到第2有什么感想？很高兴。雅尼克其实一直以来就是秉持的一种坚持一种新鲜制作、新鲜的概念来服务我们的客人。那这10几年来，很多客人对我们的支持与爱护。那今年我们在策略上就是以往南部发展为原则。那台南现在是第2家的一个直营店。第1家在安平，那是有200多坪的一个直营店。那第一个柜位南部的第一个柜位是跟远东百货合作这首柜在我们的台南的大圆柏这边做一个设点，来服务我们的爱护我们的一个消费者。为着要庆祝第1届伫咧中南部的百货公司开店，雅尼克也特别设计出东山咖比口味的奶油卷，展现出结合在地用心。好好食的奶油卷，佮加了一种有新意的气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日本滋贺县真受欢迎，用酒来发酵的70几年歌，首次来到台湾，而且12号进前会伫咱后火车头百货公司现场实做，所以有兴趣民众当把握机会，互你用免出国，就当享受异国料理。由日本工坊加滋贺县6间酒庄合作开发的大营养酒粕发酵生起司蛋糕，首次来台湾贩卖。为今日开始，一直到11月12號，在台南大灣北6樓灣食坊，由日本職人現場試做販賣。在日本總共6種口味，這次帶來當地人氣上行的3種口味，而且佮特別為台灣民眾研發清酒果凍，甲清酒果凍放在生起司蛋糕頂面，不但提高給兩個的香味，而且口味也更加清爽。做那个酒粕的起司蛋糕哈，然后他们是由生的乳酪下去做，然后优格，还有最重要的是从日本带那个酒粕过来，然后他们现在是在把那个乳酪，然后把它搅拌之后，然后加酒粕。那他现在那边也是在用，就是用那个酒粕的部分把它溶解之后，然后会把它加进去，就是2个混合之后哈，然后那边有一些就是像明胶海菜的部分，把它倒进去混合之后，然后整个完成之后，他们会放到冰箱去冷藏，然后让它凝固。这种大营养酒粕发酵生起司蛋糕，因为酒粕熟成的关系，口感也会随着每天熟成的程度不同来有变化，是每一位到滋贺县的游客一定爱吃的商品。有兴趣的民众一定要把握机会。咱新闻林跟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落雨有1成。海面天空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1月10号中港台电新闻，咱再会。